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我哋停通嘅时间，我是今日要教大家来训练嘅先生阿凯。等下要教大家来做嘅我哋肌肉同我哋力量嘅训练哦。等下向下停顿先生来做哦。今日我哋要练嘅动作是脚嘅动作哦。开始练之前，我哋先准备一种凳子。两杆保特瓶，大杆、小杆都可以哦。也慢开始练之前，我哋先做3个热身的动作哦。第一个动作，两只脚要交弯做，我哋先用我哋的左脚抬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一只腳要做18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也慢。第一个动作做起来，要揾第二个动作哦。做嘅时节，我哋嘅脚俯下去，手用脚掌当高，看你手掌向当高压上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片要做4个哦。7、8，慢慢做入好诶。9、10，压上来的时节缩起，下来的时节跳起，缩起，缩起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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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，7、8、9、10，也係我哋第二個動作哦。等下要揾第3個動作嘅。做嘅時節，先面體內空，手向兩邊放下來，放好向當高壓上來，慢慢啊放下來，壓上去嘅時節縮起，下來嘅時節跳起，縮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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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起。我哋做呢失敗哦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失敗。19、20，好，慢慢啊上來。也慢我哋第3個熱身嘅動作做起來，要開始來練我哋嘅腳嘅哦。
等一下，我哋做嘅時節要拿保特瓶，兩罐保特瓶拿上來，並呢減緊蛋糕。做嘅時節，師傅向後背送出去，扶下去，慢慢做，唔好脫腳。站上來，按你算100哦。好，我哋開始嘅哦，慢慢做如何？唔是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下起嘅時節縮起，都是綁線頭起，縮起，都是綁線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無力嘅話，可以一隻保特瓶放下去，2隻手拿頓保特瓶，安尼做。嘛可以哦。1、2、3、4，同樣哦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8、9、10。好，也係我哋第2個動作。第2個動作做嘅時節，唔是拿保特瓶，我哋先切條開體內風。做嘅時節，身體綁線，唔能綁線，我手可以用壓，用個減緊蛋糕。好，身體慢慢向後背下去。回來，按你算100哦，下去，回來1、2、3、4，做嘅時節都是愛處理綁線哦。做唔得變安尼，唔免安尼做哦。嘿，身體綁線，都是背囊綁線，下去，上來，下去，上來，下去，上來，好，6、7、8、9、10。也如係我哋基本嘅訓練嘅動作，等一下。我哋做起來要做我哋手操嘅動作哦，手操嘅動作要用到我哋嘅凳呢，凳呢拿過來，做嘅時節，一隻腳讓頭前，一隻腳切頭回體內風，手用凳嘅風，另一隻手拿呢腳。讓上來，好，按呢做10秒，7、
8、9、10，温片做。温脚，向阳哦，脚绑线，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也喺外头起一个树草的动作，起呢个树草的动作係。外头的树，中间的蛋糕，另一只树，硬顿的脚，好，向阳10秒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等的温片，向阳哦。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字谜的动作，朝天来风，两只脚并向下。身体向头前，哈哈一，6、7、8、9、10。好多教大家的动作，大家有学会冇？等一下停顿线上来学新的动作哦。要么开始之前，我哋要先做3个热身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两只脚交弯来做哦。做的时间，脚抬起来，数两顿。1，慢慢做入好的哦。2、3，一片做失败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也係我哋第一個動作哦。第二個動作做嘅時間，屈下去，手並腳踮高。好，做嘅時間，困頓嘅手向踮高，仰高。1、溫數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一片会做失败哦。仰上去的时节缩起，下来的时节跳起，缩起，缩起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
索希，頭希，索希，頭希， 1920也係外定 T2嘅動作，等下愛玩 T3嘅動作，外定等下明 T 內空，兩隻手向兩邊打開來，向單個唇齒嘅時節，所以下來嘅時節頭希。索希，頭希，索希，頭希，索希，頭希，慢慢做入好嘅哦，索希，頭希，索希，頭希。索希，頭希，索希，頭希，還3擺哦。1、2、3，慢慢放來。也如係外定3個熱身嘅動作，等下開始我來做外定嘅訓練嘅哦。等下拿頓外定嘅保特瓶，拿嘅時節用腳兩邊，做嘅時節T1嘅動作，外定嘅腳向頭前蹬出去。後背一隻腳跪下去，上來，按呢算100，跪下去，上來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彎腳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也係外定 T1嘅動作。T2嘅動作做嘅時節同 T1嘅動作18共用哦。T2嘅動作做嘅時節係一隻腳向後背蹬出去，屈下去，豎歸來，彎腳蹬出去，屈下去，豎歸來，兩隻腳按呢交彎來做哦。我哋開始嘅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
4，我哋一隻腳要做失敗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假如係我哋今日練腳嘅動作哦，等下我哋做數槽嘅動作。一隻手可以用頂嘅蛋糕，另一隻手拿住你嘅腳，身體綁實，腳唇齒綁實。同樣哦，一邊做4秒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等你穩片。同樣做4秒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也係我哋第一個數槽嘅動作哦。等下換下一個動作。坐頂嘅蛋糕，坐蹲嘅時節，一隻腳先拿空來，用你腳蛋糕，身體向頭前，拍下去。我哋做15秒哦，做嘅時節就用慢慢的數去，頭去，數去。頭去，數去，頭去，行5秒哦。4、3、2、1，穩腳。向用我哋嘅身體向頭前，拍下去，數去。頭去，數去，頭去，數去，頭去，數去，頭去，行5秒哦。4、3、2、1。原本呢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屯線上來運動哦，我嘅身體、精神，我會越來越好哦。停通，我哋下次見。